哦，这首歌有拍 MV 哦，而且找了一个很厉害的，也是一样的创作才子严爵哦。听过严爵没有？没关系，那是随便就好。我也很开心哦，严爵愿意跟我一起拍这支 MV。对，有机会点呢，我知道有点困难啊，那就看 MV 就好。然后，其实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一首很特别，就是一首中文歌。这首歌其实是写我自己的家乡。我来自于台东都兰，听过都兰国小没？我是都兰国小杰出校友。都兰国小毕业，学生没有几个有出过唱片的，很容易啊，很容易变杰出校友，不用想得太困难。东海岸去过没有？台东花莲，很漂亮吧？喜欢吗？哥哥买给你，买不到了哦，那边，那花东地区海岸线都是阿美族在居住的。如果你要认识阿美族，大概这个时间点，大概也是阿美族的过年的时间。我们讲过年啊。跟大家印象中的丰年祭，其实相对于阿美族来讲，就是我们的过年，大家会回家的。我们过年是在暑假，跟你不太一样。回家就是跟家里面人聚在一起。当然，部落里面还有很多文化活动的祭典仪式也有在持续的进行着。当然，海岸线很漂亮，可是最近有一些比较恐怖的，我觉得BOT。盖饭店，我不知道，就是现在你去那边啊，看海景第一排，免费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跟你收钱。但是如果你让这些 BOT 让这些饭店如果盖起来了，就像垦丁一样，都全部你经过垦丁，你看不到海边哦，因为旁边都被房子挡住了。你要看海景第一排啊，不好意思，8000、1万起跳。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怎样，但我觉得原住民是一个分享的民族哦。这些土地是祖先留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的祖先都说，土地是属于土地的，人都只是这土地上的一部分而已。就让这样的分享，让它持续进行着。就是我也不希望，就是人类寻求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，真的要 BOT 交给原住民就好了嘛。我们来 BOT， 我们盖茅草屋，不会挡到视线的那一种，传统屋哦。但是为了方便大家，我们会安装 WiFi， 让大家可以打卡，这样也很好哦。就不是一定要盖饭店。就是钱都被别人赚走了，原住民在那边都只是做很基层的劳动工作，我觉得这样也没有很好。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爱护我们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环保啦、热火，不要让那些商业利益的就纷纷扰扰进入到这么漂亮的花东海岸线，然后也不要让那些大型的所谓的建设其实是破坏。破坏了那些原始漂亮的风景，这是我自己的初衷。但我还是相信很多人很喜欢都兰。我写的这首歌叫做《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的说着你爱我》，歌名很长，但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把